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闭在遮，敢毋当对一世人用？你就是讲你闭在遮，所有代志拢会当解决啦，是啊。我叫你莫甲这间厝摕去抵押，你唔肯，搁甲我争，结果咧，难道？去互法院来拍。你煞闭在遮甜点点，你若有才调，甲这间厝搁去买转来。你甲这条红巾抹掉掉，敢讲代志就会解决啦？是？你去找周文英啊？伊即马一定甲阿华带做伙。阿英去讲过，阿华在南洋生意做得袂歹，伊即马一定真有钱。你去拜托伊，拜托伊，甲咱这间大厦厝买转来。伊若真正会当甲这间厝买转来，你着对伊去，顺续甲你甲文英生的囝嘛带去。我知影。即摆一定就怨恨过来，而且你会怨恨一世人。非得，你嘛无可能甲我当作是你的某。咱两个搁要大做伙，生活做伙。无啥物意义啊！建昌，我早就知影讲，咱做有一天会行到这款的地步。我用心计较，就是希望。这一天永远都莫发生。也毋过，伊若是来啊，
应该做的，我拢做啊。无应该做的，我嘛拢做。我知影，即摆我伫你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歹查某。既然安尼，我嘛无啥物好隐瞒的啊。代志隐瞒20-30年，我逐工拢提心吊胆，烦恼惊吓。建强，你甲文英后来暗去了后，你去南洋，文英发现有心啊，我惊讲我会失去在你心目中的地位，我着加有心。我毋若加有心，我搁去买一个囡仔转来，当作是我的囝。后来，我被本英调到驻籍，我甲春香杀落去坎卡。我甲陈家所有的下骹手人拢赶走，到尾啊，我甲文英生的囝，甲我买回来的囡仔相对换。这件代志，拢无人知影。你一定想要问我讲，我为什么要甲两个囡仔相对换？因为我买回来的囡仔，伊有6支镜头啊！我无希望我的囝是一个歹结掉的人。我认为讲。这个歹结掉的囡仔，应该是你甲周文英偷来暗去所生的。这摆你拢知影，志玲，伊才是你甲文英生的囝。囡仔，为你伤心，为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你听到后，我所做的歹代志，还阁毋若安尼。我相信你，到即摆拢还阁唔知影讲，为什么阿母伊会无缘无故突然间过身去？伊唔是互彩虹去死，是互我。因为我知影讲，
阿母想要娶梅英做你的第三房，我不准伊安尼做。我误认伊，我骂伊，我杀伊。阿母就是安尼，我气死。即马所有的代志，你拢了解啊？我知影讲，我若甲所有的代志拢甲你讲，我就是死路一条。花蝶，经到这款的地步。我嘛无想要搁活落去，在我死之前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我希望后世人莫搁做你陈建昌的某，因为我做你的某，我做工足痛苦的。本人，你今仔日看起来足水的呢。阿姨，阿好兄伫倒位？大概是有物件袂记买，出去买，踮袂转来啊啦。干嘛呢？你放心啦，我的囝我真了解，伊既然甲讲要娶你，伊一定会准时转来娶你。无你紧随装打扮啦吼。出来毋是安怎？莫规间厝拢打昏掉。店长提厝去底下做生意，只互人骗去啊！即马换伊来查封啊！建中人嘞？在病院的。病院？爱是安怎？
够水的啦。阿姨，时辰敢是已经到啊？阿凤兄哪要等来？啊，伊一定会转来啦。哦，无我出来等我卖咧，你搁稍等下吼。哎呀，大阿我是走去倒位啦？时辰已经到啊，还搁无看人影。假使讲呀，阿花人真是无转来，是免啊甲文英交代就好啦。哎呦，若是无带文英哦，伊是欠文英一世人哦。哎呀，阿好，你是在倒位啦？为你伤心为一日，等你回阮消息。你是安怎变甲安尼？是安怎变甲安尼？顾小弟，我问你，伊是安怎会变甲安尼？阿爸，伊是因为厝内被发现查封，所以刚才为着一根大下资料，是安怎会变甲安尼？我要信。顾小弟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安怎甲刺激？到底是安怎甲折磨的？是安怎无代无志的长脑筋？你即摆人袂叮当袂讲话，安尼敢有成一个人心无？顾小弟，我知影你怨恨伊，也毋过你嘛毋通安尼折磨伊。人我要带走，我会好好照顾伊。伊是我的阿爸，照顾伊是我的责任。有听到无？一个囡仔人就会晓照顾家己的亲生老爸，你做人的某囝，敢会感觉真见笑？